第一，我先生是不可以接受圣诞节在新加坡的人，他觉得圣诞节不应该是夏天，一定要是冷的地方，就算没下雪也要是热的，冷的地方。其实应该是我从影以来最夸张、最夸大的一个角色，就是在表演方式上面最夸张，然后也是最狠的一个角色。因为那时候拿到剧本是一个喜剧，然后知道要演一个很狠的女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挑战很大，非常好玩。那比较困难的是，它整片因为英文的台词很多，因为我本来以为只是要讲日文，但是英文的台词多过日文，所以对我来讲，用英文台词演戏比日文还难，因为我没有过那个经验。我以前住在东京的时候有拍过电视剧嘛，所以那个本家之嫁的时候，我有用日文演过戏，但是用英文好像是第一次，所以这个过程还蛮压力的。讨论本来因为台湾是美语嘛，所以我要讲的是美国腔，但是我先生就说，我就建议你讲英国腔，因为英国腔就是你的贵族本很命，很命这样子。他觉得那个贵族式的骄傲，他觉得会更适合那个角色。所以他整个就很入戏了，因为他还带莲花指，就是他在教我英文的时候是带情绪、带莲花指的，所以他自己很满意他教我的英文。但还是很感谢我的老公，对，莲花指，他很入戏，他不只教我台词，他是都演起来了。你说他很期待，所以他今天会。他又来了。他又来了。他今天还在隔离，他今天还不能看。对。他只是又来了，但是他在隔离中。第一，我先生是不可以接受圣诞节在新加坡的人，他觉得圣诞节不应该是夏天，一定要是冷的地方，就算没下雪也要是热的，冷的地方。小朋友也一起过圣诞节。会啊，就是小朋友一起过。在台湾。对，所以女儿也来了。都来了，所以女儿现在在隔离中。在隔离中。的一些互动，因为听说他好像是黑色饼干粉丝。我也是看后来，对，他说他跟那个内村光良很好啊，他跟乌酱很好，就是我们黑色饼干的队，那个赖把敌人口袋饼干的内村很好，对，那。对啊，我后来发现说，他好像年纪比我小很多，因为他好像说他小学的时候在看黑色饼干什么的。对啊，但我没有被他影响，我还是戏里面还是要继续对他很狠。有没有？所以他有没有试一下跟你告白之类的？因为喜欢黑色饼干。有讲这个事情，我们有聊到黑色饼干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